佛来接引之回礼天。这位茅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亡灵的道历程，不得不相信天道虽没有神通法术，但确实能超生了死。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，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，说什么你也不求，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？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，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。战长天心中